香港人一向都好中意去日本掃貨，近嚟日元跌到歷史新低，加上退稅優惠，搞到大家買嘢買到癲晒，有時唔覺意買多咗，尤其係啲又重又大件嘅貨，我哋通常都會選擇寄返香港。不過以後要留意啦，日本政府修訂咗免稅制度，由而家開始，遊客買嘅免稅品一定要親自拎出境。日本稅局、海關同旅遊部門向外國旅客發出最新指引。第一，免稅品必須由買家親自帶嚟日本。第二，出境時要拎住護照同商品去海關度 check。第三，如果冇帶住免稅品離境，海關會追收返消費稅。小編知道新例後即刻爆咗句，成個行李都係免稅品，點 hand carry 啊？化妝水同飲品根本唔上得機，廉航行李得7kg。原來官方有補充話，如果想將免稅品寄倉，一定要喺 check in 前攞去海關檢查，驗完先可以打包入行李。所以如果買得多嘢，記得預早3個鐘到機場排隊驗貨同執行李。特別提醒大家，以前即買即用免稅品都得，而家隨時會被追稅。新例主要打擊代購同轉賣，出境前轉讓俾人最高可判監1年或罰50萬yen。